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上帝哦，让我们在教会设立周年的时候，为我们预备这3天的培灵会，也让王牧师来陪我们3天。哦，那过去100多年的事工很辛苦，但是相信接下来也不简单。哦，也求主让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更有力量，让我们士林教会能够继续在这边服侍接下来的每一个100年。那开始之前，让我们预备心，也请不良敬拜团来带我们来赞美上帝。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这时候，让我们一同站立，一同来赞美敬拜我们的上帝。以十字架的大能，重价赎回我灵魂。天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过着长存。你十字架的大能，重价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生命过着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你爱永到晨曦。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让我们再次从头来唱十字架的大能。你十字架的大能，重价赎回我灵魂。在你凡事都能，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
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我们将掌声荣耀跟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哈利路亚！主，你是配得赞美的，主，你配得我们的称颂跟赞美。主，你呼召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你使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这样唱诗歌来赞美敬拜你。愿主你的灵这时候来充满我们，使我们用生命来向你唱新的歌。主神灵轻轻呼唤着我的性命，黑暗中你爱牵引着我。哦，我神，我的心单单渴慕敬拜你，天使围绕，带领我看见你。主神灵轻轻呼唤着我的性命，黑暗中你爱牵引着我。哦，我神，我的心单单渴慕敬拜你，天使围绕，带领我看见你。十架上担当我罪和羞愧，忍受鞭伤交换我生命，恩典之流恢复我的洁净，与我同在，使我坚定。主神灵轻轻呼唤着我的性命，黑暗中你爱牵引着我。哦，我神，我的心单单渴慕敬拜你，天使围绕，带领我看见你。十架上担当我罪和羞愧，忍受鞭伤交换我生命，恩典之流恢复我的洁净，与我同在，使我坚定。主的爱穿越高山，直到地极，赐下恩惠，阳光在这地。恩典之流敬畏中我站立，慈爱怜悯淹没我的心。此生充满主恩典，因你宝血心事完全。我渴望见你容颜，诉说你奇妙荣美。此生充满主恩典，因你宝血心事
生充满主恩典，此生充满主恩典。渴望见你容颜，诉说你奇妙容颜。我渴望见你容颜，诉说你奇妙容主，我们渴望见你的容面，主，我们一生都要来诉说你的荣美。愿你的灵来充满我们，使我们全人全心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自己，为主应该所用。赐给我圣洁的心，紧紧跟随你，我渴慕更深爱你，因你先爱我。跟随你的脚步，活出你对我呼召，每一天带领我更多亲近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哦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更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就赐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我渴慕更深爱你，因你先爱我。跟随你的脚步，活出你对我呼召，每一天带领我更多亲近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哦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哦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
为你同在里，我唯一渴慕，一生跟随你。我唯一渴慕，为你同在里，我唯一渴慕，一生跟随你。我唯一渴慕，为你同在里，我唯一渴慕，一生跟随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哦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你，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就与我同行，哦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你，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让我们在教会设立周年的时候，再次呼召我们来参加今天的培灵会。借着你的话语，我们要继续装备，继续更新我们的心灵，接续过去100多年来我们在士林地区的服事。也求主让我们借着今天培灵会的机会，让我们在灵里合一，有共同的意向，做好准备，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今天的信息。也求主高抹王牧师的口，使牧师所传讲的信息深入我们的心中，使我们的生命变化更新，彼此也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在培灵会开始之前，向你献上感谢，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请坐。那我们一起来攻读上帝的话。那今天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到第10节。那我先用台语汉字版来读一次，那第二次我们一起用和修版华语来读。在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到第10节。那我先读台语汉字版。独恁是竞选的族，是王也是祭司，是神的邦国，是上帝家己的百姓。互恁传播迄个调恁出黑暗，入伊美妙的光下的好德。恁前毋是百姓，当是上帝的百姓；前无受怜悯，当有得到怜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用和修本来读华语的，是在和修本的第371页，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到第10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不过你们是被拣选的一族，是君尊的祭司，是神圣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要使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不是子民，现在却成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悯，现在却蒙了怜悯。好，那接下来我们请牧师来欢迎。咱感谢上帝，互咱今仔日会当继续这摆的培灵会，特别是昨昏王牧师有甲咱讲到，伫个教会实在是一个奥秘、奥妙的秘密哈，好像秘密一样。因为有一些生命的关系、性命的关系，无法度用话讲会出来，无法度用文字甲写出来。不过伫这块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每个人的生命都要深刻去经历到。去经验到天父上帝对咱家己的疼哈，所以刷接这个部分，今天王牧师接着要带领我们进入另外一个，亲像讲，伊今仔日对白所咧讲，出伫心对心，也是讲这个心的约定。所以我们这时候也盼望主借着他过去所服侍的，王牧师过去在30年前对做校园宣告，在大专学生的这个领域。然后第二个阶段，他在马偕医院，在马偕医院服侍15年，伫过去这5年，踮咧咱长老教会总会服侍，也借着他这样的一个经历，上帝给他的一个装备，今仔日跟咱三甲来分享，什么叫做呼召，什么是服侍哈？咱拍破来欢迎王牧师。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平安哈。今仔日暗时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新的约定哈，新的约定，然后是副标就是呼召跟服侍。那这2个方面我要讲，一个就是跟神的新约定，如何回应神的呼召，重新对你的心嘛定心哈，也重新与神立约跟委身哈。不管我们做了几年的基督徒，我们要从我们的心也。重新跟神立约跟委身。那第2个是跟人的新约定，如何彼此接纳跟委身，一起来做团队的侍奉，来推动事工，这2个部分都很重要。那为什么我把跟神的新约定放在前面？因为我们是神所拣选的。那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够好，不好的时候，我们自然跟人的关系就不会好。我为什么这样说？在我们没有信仰的团体当中，人跟人之间顶多就是聚一聚聊八卦。没有信仰的团体大概就是定时聚餐聊一聊八卦，然后呢，就像俱乐部一样，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要消遣他们的生活。可是为什么我们要聚会？很多那个不是基督徒都很好奇的问我说，你们怎么有那么多的时间？要休困都无够啊！你个早起咧聚会个小组你是在创啥？我说不然你来看看啊，看我们在干什么啊？我把这个生命的分享带到不是基督徒的团体里面的时候，你们猜怎么样？就是他们都不是基督徒，可是我依然带他们做生命的分享，你猜他们的反应如何？就是大家人成长团体爱讲自己的生命啦，讲自己难过的事情啦，然后以前不敢讲的，然后希望他能够分享，让别人可以接纳他。你干嘛没信用的人，这些团体这样带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如何？有的会害怕，但是你知道吗？有的非常感动，他说他一辈子没有人这么关心过他。特别是那个团体，我的原则就是不准批评，不准教导，不准告诉别人你不要难过，你不能怎样，你只能说了解，辛苦，我在乎，这样就好了。你听到，不要随便出馊主意，人在讲伊爸爸怎么样啦，打他啦，家暴啦，然后就马上以前就会有人跳出来说，你爸爸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他压力也很大，你知道吗？然后马上就把他的受苦打回原形。我禁止他们做这种教导的动作，我说我们就听就好。我发现
在不是信仰的团体里面，很多人也非常感动。当然，我都会邀请他们祷告。最后，然后我说你们不是基督徒，可是我是牧师呢。那我好希望你们可以所说的东西是不止我们听懂，我们的主也听得懂。上帝，或者你说是上天，或者是你生命的源头，我希望他能够听得懂你受的苦。你知道吗？这些人是很乐意的，虽然一开始是害怕的，可是当没有被批评，没有被指教，没有被训话，他们变成开始愿意，迫不及待下一次什么时候要再聚集。所以其实我看到一件事情，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的人渴望生命可以有被接纳跟了解，不是基督徒的人，他们也很深的在等待哪一天有人可以懂他们。我今天早上去脑性麻痹协会，他们的一个分享会，我去带他们。里面当然有一个是基督徒，其他的可能20-30个人都不是基督徒。那他们听完之后，我就跟他们分享要怎么诚实面对自己，爱要从诚实面对自己开始，了解自己、接纳自己开始。然后就有人会来跟我聊，他说我很想，可是我不晓得要跟谁说，因为每一次在这个社会，你只要跟别人说你的故事，就马上有人会教训你。不是只有这个社会了，我们教会也会了，马上就有圣经的教导就要教下去了哈。所以其实我们很难跟人有一个信任的关系。那这个今天要谈的就是跟神跟人的关系。那服事到底在服事什么？我们可以广义的来说，服事很多都是在服事，唱诗歌，在敬拜带敬拜都是服事，陪一个人在那边聊天，为他祷告也是服事。用这个广义来看，其实它发生在每一天。那怎么样让我们每一个人很清楚知道我的呼召，然后我可以在什么事情上服事？什么时候是契机？我要知道怎么去做。我想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做基台，咱做一个基督徒，不要说什么你进到一个团体里面，1年、2年、3年、4年、5年，你至少也一直不断的去经历到成长跟改变吧。可是有很多会有跟我讲说，习惯了就这样，就来主会啊，我心里都不晓得，你要叫我做啥？你要叫我做什么啦？我也不会像年轻人在那边唱歌唱的，那我能做什么？昨天在讲说，我至少会扫地，不要用这个至少。这句话很敏感的，你至少会做什么的意思就是那很差，但是你至少可以做那个，没有什么至少，每一个工作都很重要。我希望我们可以来看，我们受呼召进入到神拯救世人的事工当中，拯救是上帝主动的，所以我们在看经文说，我们是被选召的，不是你选上帝的。我常常在想说，很多基督徒跟我讲说，回想起来好奇妙，我今天会成为基督徒都有上帝的美意。我常常在听这种见证，来你说说看，到底你怎么信主的？他就开始讲，他就讲一篇他怎么遇见神的经验，怎么信主的经验，让我知道。他说太神奇了，不是我去找他。拯救的工作是上帝主动，不论是在新约在旧约，描述到拯救都是上帝的作为，不是我们的功劳。那透过上帝的选召，新约就持续在扩展人类当中上帝爱的行动这样的一个福音的戏剧。也就是说，上帝主动，但是他也选召人来继续他主动的工作。我们被选召，不是只有到我们为止，他是希望对我们的选召也能够影响我们周遭的人，也能够认识他，也能够被影响，也能够被神找到。不是我们找到神，是被神找到。所以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当神的拯救是主动的工作的时候，其实我没有什么功劳。常常有人在问我一个问题说，你带一个人信主，你会不会觉得心里面会不会很 yes？
我说会啊，我会 yes， 说是上帝真厉害 ，yes， 因为上帝怎么会那么巧妙的把所有的事情都在一起，然后让那个人信主？我常常在想说，我们何德何能？而且如果没有神的爱在这个当中，你就是在关心一般的人，你再怎么关心，他也是觉得你很关心他而已啊。他凭什么要相信神？如果不是圣灵的动工跟感动，人不会因为你做好事他就要信神。如果只是不米混的要来信主，有一天没有面粉他就不来了啦。信上帝是因为他的生命真的透过我们的服事被神找到了，我觉得这个触动才是最重要的。那个神的主动，我们是工具，但是神的爱要主动进到他的里面。这个我常常在见证，在很多带领人信主的过程中，我亲眼见证上帝的爱远远超过我的想象。怎么说呢？你万万想不到为什么神的工作在他身上是这样，因为不是你做的，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我举一个非常奇怪的例子，真的非常奇怪。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她不是基督徒啊，那夫妻2个人要闹离婚来找我，60岁了呢，60岁要离婚。我心里想说你要离婚就早就离了，你还来跑来说要找牧师谈一谈，因为他有朋友介绍他要来找我。然后那个太太进来说：“牧师，我们要离婚哦。”然后他先生就这样：“牧师，我们要离婚了。”我说：“请坐。”我心里就想，你如果要真的要离，你早就离了，你干嘛还来？你要是评理，你一定想要评理。我就心里想，你要评理，好，就让你说。他就开始用了很多的时间在讲他先生怎样，白手起家，他们2个这么辛苦，然后赚大钱，他怎么可以背叛我？我就开始讲背叛。去到中国大陆那边就去找那个不是小三啦，他没有养小三，就是固定去一个地方去找。他不是把他另外养他了，但是就是固定去捧场，就固定一个捧场。然后他知道说气到不行，说他要离婚。他说背叛我这么辛苦的付出，他离我越来越远，抓不住他的心。然后先生就头低低的。可是后来我真的觉得上帝的爱奇妙的地方在哪里？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不是他找到上帝，上帝把他叫他来。上帝找他来一定有原因，因为平常这种不认识神的人，这个家里又钱很多的人，他凭什么要来去找一个牧师谈话？他一定有困难，神给他一个机会，让他遇见了神。所以他带他来的时候，我心里就很感谢神。我说机会来了，我就跟他讲说：“来，坐下来，我看你满肚的委屈，可以说说看嘛。我要听更多，这个太少，这个小儿科。”他说：“什么小儿科？”我就跟他说：“你这么愿意投入在辛苦的工作里面，你在寻找什么？”他说：“我在寻找一份可以有人珍惜我的一种爱。”我一听，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情：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就立志他要很辛苦才能够得到一份有人在乎他的爱，那他从小有没有得到？有吗？没有嘛，他才会一直立志，一直做到跟先生一直打拼，再怎么辛苦都打拼，因为他要得到一份永远不会放弃他的爱。你就知道他以前得不到。所以我觉得感谢上帝让我看到这个契机，我就跟他讲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受苦不是只有结婚后呢？你是一个很努力的人，可是你一直在等一个可以在乎你、珍惜你的爱，你都等不到。”他就开始哭，然后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他就开始讲他的故事。他小时候超会读书的，可是他爸爸的期待是在男生还是女生？男生啊，常常讲一句话，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低唔肥哈，那不会高的啦。”你知道这个很会读书的女孩子听到这句话有2种可能性，一种就是我放弃我不读了，另外一种就是我读得更厉害，我要比男生强几倍，
让你有一天看中我。哦，他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还感受得到他那种愤怒、不甘心。结果他越来越读越厉害，全校第1名。爸爸就跟他讲说：“哎呦，你这爱读册哦，啊不好啦，给你上去都市读册。”天哪，他就被送到国小毕业，被送到都市去读书，住在亲戚家。你知道他讲到这个又是一段痛苦的故事，因为寄人篱下，很多的折磨。然后每次要每一拜被对厝诶，礼拜天要回去读书的时候，他说沿路哭回家，在那个哭到亲戚的家，就是在那个因为国中生1年级，他离爱越来越远。然后到他还是很认真的读，看爸爸会不会珍惜他。越读就越怎样，越来越远，到台北读书了，北一女。然后后来就嫁人了，所以他真正要的爱离他越来越怎样，越远。啊，我看到这一点，我就跟他讲一句话，我说：一个从小渴望努力得到爱的人，好辛苦。可是你连在婚姻当中你也葬送了下去，你不觉得这个孩子，你懂他，你不觉得很心疼吗？我那个时候，我做了一件事情。我第一次谈话的时候就做了这个事情。我跟他讲说，虽然你不是基督徒，但是你有朋友是基督徒，他们请你来，所以我一定要为你祷告，你愿意吗？他说好。我说这让我最震撼的就是这一幕。他说好的时候，我只做了一个动作，我就坐在他前面而已。我说来，这几位基督哈，眼睛闭起来，我就牵他的手。我说我祷告的时候，你最后结束就说阿们就好了，你心收完，照你所想的。我的祷告非常简单，我就跟他讲说：上帝啊，这个孩子从小渴望一个珍惜的爱，但是他用了这么多的努力，爱离他越来越远。就这么简单的祷告，我说神啊，求你来医治他。这个祷告我停顿了一下子，让他去感受。结果停顿了一阵子之后，我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他一睁开眼睛的时候是笑，不是哭哦。他本来祷告的时候开始是哭，他就笑得很开心。他说：“牧师，你有看到吗？”我说：“我看到什么？我的眼睛都黑黑的，有看到什么？”他说：“你祷告的时候，我马上进入到一个情境。”他就开始描述喽。我是坐在这里，可是为什么我感受到的就是我坐在一个青草地上面？然后最奇妙的是，旁边还有一个穿白衣服的人，我居然靠在他的胸膛，我们两个人就坐在那个草地上，然后他就指着我，让我看前面是一个很翠绿的树林，然后旁边又有溪水。他说：“怎么会？你没有看到？”我说：“我的祈祷，我就很专心祷告，说主啊，求你医治他。我怎么看得到？是圣灵感动他，然后他就笑了，然后他就用圆珠笔就画起来，很简单的画那个图，坐在他跟一个白衣服的，然后看着，他就跟我讲一句说：我那个朋友常常都找我去妇女团契，但是我都推脱。可是这个礼拜我可以去吗？我想要做见证。”他都还没有去教会，因为那个关心他的姐妹每次在找他，他说：“啊，我不是基督徒啦，给不中奖，不要。”然后这一次他的感动，上帝找到他，上帝让他遇见他。第一个时间点说：“我可以去分享吗？去见证吗？”我说：“当然可以呀。”然后他就去了。后来他们就受洗了，就是夫妻2个人，后来就受洗。我们后来成为很好的朋友。我一直觉得，很感动的地方就是，我的祷告没有提到清水超波，没有提到什么，我只提到他的受苦，神在乎，就这么简单。但是他从圣灵感动的是看到我没有看到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服侍别人，有时候别人圣灵的动工让他主动遇见，不是我们的能力，不用担心你能力好不好，你有没有那种什么恩膏啊？不一定有，像我就不觉得。我的祷告会有什么太大的恩膏？就是
就是很直接而已啊，我就是很直接。我看到什么，我感动什么，我就是讲什么，我不会讲很多，听起来大家觉得很属灵的祷告，我比较不会。好，这是我也不觉得这样不好，每一个都是独特的人哈。好，那透过受洗，我们回应神的呼召。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在呼召的过程中洗礼，然后让我们归向神的时候，它不是瞬间的动作，它是一个生命的道路。那些接受洗礼的人，是因为罪而死，而在基督因为基督而生的新创造。所以这个新创造是一个 ing， 就是一直进行的。圣灵在洗礼当中赐给我们能力，来到这个世界上像上帝的子民一般的活着，所以我们会越来越像耶稣。这一点我真的要跟各位弟兄姐妹讲说，如果我们信主越来越久，那愈来愈久，你铁定会越来越像耶稣。为什么？如果你常常活在他的爱里面，然后常常跟他聊天，然后常常有困难你就丢给他，然后感受他要给你的爱，你当然越来越像他了，不然你要像谁？我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是会越来越像他的哦。不是因为你强迫自己，而是你活在爱里面，你当然就会越来越多。有时候我会觉得，以前怎么那么钝？我以前很钝的地方是我看不太到别人的需要，我看到的都是别人的好跟不好。我这样讲是不一样的哈。我看到一个人的好跟不好，就是我还可以评断说，你这样真好，是因为你很温柔，你很有怎样怎样，这个是看到你的好优点。然后呢，我看到你的不好，就是我觉得你太自私了。我会很容易很快的把一个人分类，这个人太自私，那个人太骄傲，那个人太怎样。可是现在的我没办法，因为我在看生命的时候，我感受到耶稣的爱。他在看人的时候不是这样看，因为他看我不是这样看，他在看我不是用我的缺点在看我，他在看我是我的缺乏。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缺乏，我们看不到，但是为了要追求那些缺乏，我们变成衍生出很多的缺点，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哈。那所以洗礼的过程不是一次性的，好都好了。洗礼的过程是归属在他之后，他慢慢的清创，清啦，把你的过去的这个欠的所在、凶的所在，慢慢清创，让你越来越活在爱里面，你当然就会越来越像他。所以有时候不是装，你没办法装出来说要有怜悯的心，要爱。我不会因为一直呼吁你要爱，你就会有爱。我告诉你，每一天都告诉你，你要爱人如己，你要爱哦，你要爱。到后来你会觉得很烦呢。我当然知道要爱人啊，可是我就没有爱人的能力。你一直跟我讲。可是如果我告诉你说，你可以诚实来到神面前，你的缺乏告诉他，像那个姐妹，她就很诚实啊，她的缺乏就是她越努力，爱离她越远。这个不是很诚实吗？而且她看得到那个远离的过程，她本来看不到，因为她的眼光都一直放在她的先生。后来她看到她自己的时候，她才看到一个光景，就是非常辛苦的一个孩子，非常得不到价值的女孩，可是她却用一辈子的努力，想要争取别人对她的肯定跟爱。你不觉得？你不感觉这一世人的折磨是多痛苦的代志？有的人到临终也在折磨，到临终的一刻还在被折磨。因为他看不到，他不相信上帝会医治他，他不相信神在乎他的缺乏，他只知道我要更努力。所以其实在这个受洗过程，不是受洗你就 OK 了，受洗是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它是要继续 ing 一直进行的。一个受洗的人更需要每一天活在他的爱里面。我常常在想说，受洗不是一个看米那讲啊，你得救啊，你得唔免啊，他才是刚刚入门。然后入门的时候，我们更应该诚实的去问神啊，我在哪里还缺少你的爱？我昨天有讲，神主动要找这些迷失的羊，可是藏的最深的是我自己藏的。我不喜欢他出来，因为出来我就不舒服，所以我藏他。耶稣要救你，要医治你，可是对抗的通常都是我们自己，因为讲出来不舒服。为什么我要讲？
我在听很多人的故事哈，其实我最感动的地方就是，他们诚实在诉说故事的时候，我就看到神的同在。就在诉说的时候，不是祷告的时候。因为你带着一个愿意了解跟爱的心去听一个人的故事的时候，那是一个很深的服事。对一个受洗的人，你归在主的名下的时候，你能不能，你愿不愿意每一天，因为这个身份，你愿意活在神的爱里面？我常常问很多人说：“那这样好的福气你买不？”每一天都活在上帝，活在神的爱里面，让他的爱不断的洗礼，让你的生命可以越来越轻松，然后越来越有爱在里面。你要不要？很多人都跟我讲说：“当然要啊，当然嘛爱。”可是我跟他讲说：“但是你要，可是你就是刚好是走反向道路啊。你的需要你不讲啊。有时候我在问人家说：‘你知不知道你的需要？’啊，知，都要他嘴你啊，那么多年了，我怎么知道？可是那个东西在我们的心中，其实都有蛛丝马迹的，有蛛丝马迹。等一下我会讲怎么去发现那些蛛丝马迹，可以帮助我们天天亲近神，然后在他的呼召里面回应他。回应他什么？我愿意，不是愿意讲为这口刚，我愿意靠近你更多，领受你的爱更多，让你的那个洗礼在我的生命当中，可以让我越来越靠近你，我才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仆人。好，所以旅程呢，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呢，咱的生命就变成是一段旅程。我们不说我已经到达目标，我们说我们正在路上。希伯来书11章的地方有讲到一个跟旅程很相似的概念。你知道我很喜欢朝圣之旅的这种感觉，旅程。咱的生命都是一个旅程，来到这个世间咱会当一辈子都是为自己咪咪唧唧，为了自己争取面子、争取价值、争取什么？争取什么？你看很多教会里面或教会外面的人，通常都有一些地雷被踩到的时候会怎样？你的地雷被踩到的时候，你会怎样？你们有没有被踩过嘛？就踩到我的底线了，有没有这种时候？他明明就很讨厌这样，你就故意讲话都是这样，你是怎样啦？这个就踩到我的地雷。在人生的旅程当中，我们都一直希望不要被踩到地雷。可是人生的旅程，我感谢主，如果没有人踩我的地雷，我还真不晓得我那颗地雷放多久了。你知道人为什么要放地雷？作战的时候为什么要放地雷？要保护什么？最脆弱、最主要的地方不要受伤，所以就放很多地雷，让你靠近就炸死你，让你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你知道，在教会当中，有时候我在想还蛮多生命旅程不是依靠神的，是靠自己的。为什么？他地雷很多。你稍微跟他讲一下说，牧师你没尊重我不的你讲这个话很过分的会讲出来还好最怕就是在背后讲你知道完全不尊重人，这样，那你听了说对，我也是这样想，因为两个地雷很像的人，然后就在那边讲，然后就开始 murmur， 然后就爆炸。但是对我来讲，我才不管。对我来说，我说只要听到有人跟我抱怨，我才不跟着骂。我在听的是什么？你的地雷是怎么来的？这一个人，你在讲的那一个人，他要亲自愿意面对上帝，他不需要你去责怪他，去改变他，他需要诚实面对上帝。可是踩到你的地雷的时候，你就要开始走上一条你自己的信仰旅程，你愿不愿意？我跟很多人提出这样的邀请，我说今天触动你地雷的人很多，你是要一个一个去为他们祝福祷告，要赦免他们，还是你要求医治在你的身上？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被教导要爱那些踩到你地雷的人，你要饶恕他，他不是故意的。我管那么多，我在乎的是你的地雷被踩到，你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受伤的地方，你靠自己在保护。地雷不是从上帝来的，是从人的意志。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从小被嘲笑的孩子会装什么地雷，你知道吗？我很努力，然后我不准什么，有任何一个人质疑我或者是看不起我，
假设我很努力做一件事情，你在旁边说，这是安怎？你哪这个安呢？我可以告诉你，他的地雷马上爆。可是问题就在这里了，他的地雷是因为受伤、生命足破碎才做成的地雷来保护自己，踩到了又怎样？踩到了是一个神给的机会，让我们在这个旅程当中可以跟神靠近更多。我特别我对灵修我有足深的体会。灵修，以前小时候就一直觉得，你就一直读圣经，一直读，你就灵性就会好了。然后一直写心得，写到后来，你自然就会了。对了，你就很顺，但是你没有感觉。可是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在冲突可以灵修，做梦可以灵修，因为他跟自己冲突，然后吵架是跟别人冲突啊，这个都是灵修的很好的契机。因为这个生命旅程，谁触动得到你最深的痛，就是最亲近的人。那你为什么不借这个机会靠近神？不借这个机会让神的爱在你的旅程当中把这个地雷拿掉呢？为什么？所以有时候我在想，以前我常常跟人家讲说要依靠上帝，然后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声音说：才怪，你也没有在依靠上帝。我自己有一个声说：才怪，你讲到这么水的，但是我都讲，一阵年轻的时候都什么叫人家要依靠上帝啊，信仰很好的时候，然后我心里就有一个怪怪的声音说：你自己才在依靠自己啊！我一直不懂这个声音从哪里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还是有一点良心的。我还是有点质疑自己的能力的。我发现我根本没有在交托啊，我是靠自己把自己保护得很好，让别人靠不近我，踩不到我的地雷啊。所以我脾气可以对你们很好，是因为你踩不到我的地雷啊，踩不到，怎样？可是我的婚姻里面，我觉得最棒的地方就是，上帝差派一个很近的人，就会踩得到我的地雷啊，然后我们就开始会吵架。我也踩得到他的地雷，他踩到我的地雷，两个人就很不舒服。可是呢，又要保持一个身段，就是我是牧师，要深呼吸，要忍让。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来，讲到这些，我一定要稍微提一下。我比较不喜欢拿这个东西来做勉励人的话，因为圣经在这一段话里面是在谈一个爱的最高级，就是说你在神的爱里面活出那个美好的时候，它会是这种状态。可是那不是因为你努力得来的，是因为你很诚实的活在神的爱里面久了，它就会活出这个。不要用忍耐要来证明爱，不要用忍耐想要得到爱，不可能。所以我不会跟一个夫妻讲说你们要恒久忍耐哦，因为爱是恒久忍耐。我讲这个话等于是什么？把一个做自己都做不到的东西带在他的头上。我可以跟他讲说，爱是恒久有忍耐又有恩慈。所以当我们不能忍耐或没有恩慈的时候，表示我们的爱还没有满足。那爱没有满足，要跟谁要呢？请问是跟对方要还是跟神要？跟我们的神要，因为他是爱的源头。可是到底多少基督徒在不舒服的时候，要不是忍耐自己，就是要对方道歉，就是要对方跟我讲你错了。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我可以得医治，我要对方跟我说。你知道这种冲突，我有另外一个课程在谈到夫妻的冲突，我用的标题叫做当冲突遇见爱。我不怕冲突的人，我好喜欢夫妻讲他们冲突。我不是鼓励冲突，但是我好喜欢听，因为他们在讲冲突的时候，我才摸得到他们最深的议题，他们最深的地雷，他们最需要耶稣的地方，他们最靠自己的地方在哪里？你知道这个对很多夫妻来说，遇见爱是一个很重要。在这个旅程当中，信仰的旅程当中，不是一次到位，我们就是在那个路程当中，请不要停止脚步。我们一步一步在靠近神，一定知道有一些要素一定要搞清楚，否则我们很容易走了一段很长的冤枉路。
这个旅程有很多人走的冤枉路是怎样？他一直靠自己，一直靠自己，一直靠自己，最后他走迷路了。他看不到上帝，因为他不会交托，他不晓得什么叫交托，他也不晓得什么叫做神在乎他过去的事情，他想要医治他，在你的生命当中可以遇见神，所以他只好靠自己啊，不然他要靠谁？所以我听到很多教会的纷争，其实我心里的难过是什么？是这些人，有的人信主20年、30年、40年，他们的生命怎么会离开神这么远？怎么还在靠自己？怎么还在用一个理由要去治死别人？啊，你安哪？你安哪？你安哪？我听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说：天哪，他踩到你的地雷好深哦！那你要不要得医治？听不懂。只要跟我不对的，让我不舒服的，都错。教会的纷争是这样来的。我不是那种怕冲突的人，但是我觉得冲突要好好的运用，成为医治的途径，成为灵修的途径，成为你遇见神的途径。所以这个旅程我邀请大家走这个旅程的时候，不是每天在那边背圣经而已。懂圣经当然很好，但是你一直在背圣经，你对生命没有诚实的时候，你背出来的东西就会变成教条。然后动不动就别人怎样的时候，你就用教条告诉他。他在哭，要常常喜乐。好啊，你没有信心，神不喜悦。拜托我希望这样吗？我希望不喜乐吗？我当然就是有遇到困难，你可不可以听一听我到底在难过什么？有一个弟兄对牧师很有意见，在一个不是我们教派，是在某大教会，而不要讲我们台北就几个某大教会，他这个弟兄很生气的来找我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教会又受到伤害。他来的时候气冲冲的跟我讲说：我告诉你，你是牧师对不对？我说是。你不要再跟我说教了。我说啊，你是自己来找我的呢，我都还没有跟你说话。你说我只是提醒你，警告你。我说啊，是这样。他说他的朋友是推荐他来找我。我说好，好，好，坐下坐下，看你很生气的样子，来说说看到底怎么了。他说我是从那个上千人的教会里面，在聚会的时候，我从那个椅子上站起来，然后咚咚咚咚咚走出去，我立志不再进去教会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其实我偷偷告诉你，我根据我的观察，我佛教也涉猎很多，基督教也略有涉猎，你们其实都很像。我说哪一点像？都劝人为善。我说啊，再讲一次。对呀，我在佛教的时候叫我在恨我的父亲，他说你要修炼，你要放下，你要放下。他说我最好是放得下，我放得下我就成佛了。他说他放下就成佛了，然后放不下就很生气啊，因为他满脑子都是对爸爸的恨啊、愤怒，然后放不下，就跑来你们教会也一样啊。我在小组分享我很恨我的父亲，马上小组长就很紧张的警报就响了，内心警报就跟我说：这位弟兄，我们连仇敌都要爱了，我们自己的父亲怎么能够不爱呢？你要求主赦免你。他就很大声的骂说：你懂什么？然后他就找牧师，因为他没办法压不下去，牧师就来跟他讲说：弟兄，其实孝顺父母是应当的，你这样子神不喜悦。而且这样就算了哦。讲到的时候还说有某个弟兄，他就讲他的例子，他不讲名字，但说有个某个弟兄对他父亲很恨，我怎么劝都没有用，求圣灵可以感动他，让他有一点点的爱，可以接纳他的父亲，他就从那个位置就走出去了。然后难怪他会气成这个样子来威胁我说：你不要再跟我讲什么大道理。我就跟他说：我都还没有开始讲话，都你在讲。我只想要知道一件事情，你为什么那么恨你父亲就好了。我真的想知道，到底他做了什么。一段安静之后，他讲了我无法想象的一些经历，我不在这里重述。他爸爸对妈妈的一些行为，包括连他都打进去，用那个滚啊、扣啊什么，反正就是后来他妈妈被打到离家出走，在他小时候，他说：我怎么可能原谅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你知道我在听到这个的时候，我心里面感动说：主啊，他就是你要找的人。
因为他预备了，他诚实了，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某某弟兄，我听你讲之后，我心里觉得好痛哦。一个那么小的孩子要承担这么大的一个痛苦，我难过。但是我相信耶稣也很难过。他说：真的？我说：你不相信，我为你祷告，求圣灵让你看到。我就为他祷告，哭到不行。这个孩子30几岁的年轻人哭到不行。后来我真的跟各位讲，上帝的爱在他的旅程当中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与他相遇之后，我只跟他谈一次1个小时，真的无法想象。他有慧根哦，我就跟他讲说我就送他那个为自己祈祷。我说你回去就每天想到难过啊、生气啊，你就为自己祷告，不要说服自己不要难过，不要说服自己不要生气，你就诚实跟神说，那个痛让你非常生气，好，这样就好了。他回去就祷告。我说你2个礼拜后再来找我。后来他2个礼拜来的时候，就跟我讲说：牧师，我一定要跟你分享一个见证，太神奇了。我决定要再回去教会，但是不是那一间教会。我想要找看有没有长老教会可以去，我就心里就开始凉了。我说长老教会不一定都是这样，所以后来他就说，我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开始跟我见证。他说他在前面祷告的那几天都一直哭，因为他看到都是那个被打的小孩，他非常的痛，每次都哭。可是到了第1个礼拜结束之后，他开始有一次他说在祷告的时候，突然感受到一个人穿着白衣，把他的白色的衣服披在他的身上，在祷告的当中，他整个释放，很舒畅就对了，因为那感觉就是他说不出来的舒畅。可是有个声音告诉他说：“你往后看。”他就在祷告里面往后看，你知道看到谁？他的爸爸，赤身肉体，被打得半死，躺在那里，没有人爱他。然后他自己被爱触摸了之后，他回头看的时候，一共牧师你很难想象，哭到等啊等都会考出来。因为那一刻很深的经验，就是他与神相遇了。他回去看到爸爸原来是一个没有人爱的孩子，他从小爸爸也是家暴长大的孩子，没有人爱他，也没有上帝，也没有福音。所以当他触摸到再回去看的时候，他整个从里面哭出来。他说他就跟我说：“牧师，你知道吗？我哭完的第一个动作超神奇的，上帝的爱太奇妙。”他说他哭完的动作就是拿起电话打给10几年来跟他已经断绝父子关系的爸爸联络。他说：“爸爸，我可以回去看你吗？我很想你。”然后他在跟我回来第2次来跟我分享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人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到底我们在这个路上，我们在渴望的是更多的遇见神，更多的被神的爱触摸，而不是比别人更懂很多的圣经，比别人属灵。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因为在神的爱里面，你会发现保罗说的那个最大的恩赐是爱，你才会知道说我们会计较那么多，其实是我们对爱太少的认识跟接纳，所以我们就用自己的方式去测度别人。比如说受伤的人很容易敏感，很容易别人对他，像有一个姐妹，我对她笑，你知道她跟我说什么吗？她说：“牧师，很奇怪，你对我笑的时候，我觉得你在嘲笑我。”那我说：“那我如果不要笑呢？”她说：“你对我有意见。”那我说：“我是要笑还是不要笑？”她说：“我也不知道，我很矛盾。”后来我再跟她谈才知道，原来她是一个没有办法安心的去被对待，她没有办法，别人的表情永远都有故事的，她的身边的人充满了情绪，她不能安心的做自己，不能，她的讯息没办法收到一个对的讯息，所以她后来才会变成这样。你怎么可以去责怪一个已经很受伤的人说你怎么会误会我？然后刚好又遇到一个人的地雷，是最讨厌别人误会他的，这2个人会怎样？绝对杠上。
因为这个姐妹跟他讲说，我觉得你在嘲笑我，你误会我。然后这个刚好，这个弟兄是最讨厌别人误会，从小被误会，他没办法辩解的，两个就交恶，冲突。这对我来讲，生命的旅程都没有在修复的机会，放弃好多被修复的机会。我们的生命旅程如果是在路上成为一个基督徒，不是就因为这样我们的生命就 OK 了。我们的生命是不断的在被呼召靠近神的爱更多，我们才越来越知道怎么服侍人。因为我们一直被服侍，我们才知道怎么服侍人。所以旅程我们不是孤单的，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我必须要说，我在陪伴的人都是我的云彩，因为陪伴他，但是他的生命见证变成我的生命的养分，他就在陪伴我。所以我常常觉得说，只有在这个当中去经历到，我常常跟陪伴的人讲说，我有个很奇妙的感觉，就是当你在诉说的时候，我感受到神的爱就在我们当中。所以为他祷告的时候，耶稣就在我们当中。我不是只有牵着他的手，耶稣也在这里。所以其实对我来讲，对他来讲，我们都得到很好的医治。见证人如同云彩。基督跟我们一同走在这个路程当中，我们被呼召来帮助在路上跟我们同行的旅行的人，在不经意当中，我们陪伴到耶稣。不经意当中陪伴到耶稣，你有想过吗？最微小的那一位，有可能你在陪伴的时候，你就陪伴到耶稣，很神奇的。我觉得在陪伴旅程当中，太多的感动是没有办法一次说完，但是我要说的是，那个同行的感觉一直都在我的心中。上帝的呼召，人的回应，一般的呼召就是呼召来靠近基督，然后呼召来合一，呼召来被改变，被改变，呼召来被改变。我们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呼召来，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我说，先被神的爱改变吧。先被神的爱改变吧，好像你要做一番作为来改变这个世界，你自己都没有生命没有被改变的，你要改变什么？特别或具体的呼召比较是教会，我们是被呼召出来组成的团体来服侍周遭。比如说社区工作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因为一群人被呼召，然后愿意做，这就是比较特别的呼召。然后呼召进入世界，我们被神呼召进入世界，用上帝国的模式进入到这个世界。许多现在都改成用上帝主权，用国度，愿你的国度听起来有点像什么呢？比较帝国思想的感觉，你比较征服的感觉。但是其实是神的爱，他的主权临在的地方，他没有办法画出说教会外面、教会里面是上帝国。上帝国就是当有爱主权、神的爱主权临到的地方，都是上帝国。那这个进入到这个世界，许多基督徒把他的生活分为神圣跟属世的，但是圣经教导我们，生活从来没有离开神圣的领域。在所有的事情上面，我们应该对基督耶稣是忠贞的。这样讲的意思就是，很多人会跟我讲，牧师，我觉得我都没有在做服事。我说，你可以再讲清楚一点吗？你是说你都没有在做教会的服事吗？具体的事项，好，你都没有在做。他说对。我说那这个就是说特别的服事你没有在做。那我就问他，当你在生活当中需要你关心的人，你的同事，你需要用神的爱去爱他们的时候，那算不算服事？应该算吧。那为他们祷告算不算？应该算吧。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些服事都算进来？为什么？那个没有人看得到啊！周报也不会印出来啊，谁会印出来？我说是哦，所以你要做给人看的哦。你如果真的是用祷告的心，用爱去服侍周边的人，他就算啦。什么是我们进入世界的呼召呢？就有话语的见证、行为的见证、工作的侍奉。我们重视工作的尊贵，因为工作是侍奉上，也是侍奉上帝的地方。其实我们在英文里面在讲那个你的 vocation， 你知道以前在用什么吗？我们现在都在讲你的 vocation 是在讲你的工作职业，
但是其实在早期 vocation 是在讲献身的人才，就是神父修女，他是有呼召的，叫 vocation。一般的人都是用你有什么 work， 你的工作是什么，那 vocation 是很神圣的。但是现在都就是那种呼召，他们是把每一个人受呼召进到你的世界，所以这个工作没有一个是不神圣的。来，我要问大家一件事情：有没有被比较过哪一个工作比较神圣、比较高、比较 low 的？有没有被比过，或比较过别人？有没有？诚实一点，我小时候常常听老师在讲啊，你们这些不好好读书我跟你讲哦，女生去当女工，男生去挑大便。你知道吗？我小时候在听的时候，我只觉得怪怪，但是我不晓得怪在哪里。可是我长大之后回想起来，我就港口。你知道我的港口是什么吗？我知道我的朋友当中，在那个年代有很多妈妈是做女工的。凭什么她要被这样践踏？拿来做不好的例子，要说你们不努力就会像这个，这是一个很羞辱、侮辱人的。为什么女工不能尽责，不能是一个很有贡献、很专注在她的工作上贡献，靠自己的双手赚钱，有什么不对？可是你知道，我们没有爱的世界，世俗没有上帝的世界，常常就是把这些工作的圣俗来分、高低来分，我们常常被影响到，所以连恩赐都可以被比较。我非常不舒服，就是我在看圣经的时候，为什么保罗要那么多的时间讲说你卖个差啦，你好啦，你弄会晓弄好你啦，恩赐都给你啦，你也不过是会想的罗无听，你弄好你不要紧，你若爱弄 take it， 我只要抓住那个最重要的，就是爱，因为神就是爱。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服事的重要的时候，呼召的重要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掉入世俗的影响，我们又开始紧张了。我们好像没有机会让我服事。谁跟你说的？你可能一个月轮一次在这里服事，可是你每一天都在身边有人要服事。就像那个香膏打破的时候，那些门徒在讲什么？哦，好浪费哦！这个香膏卖掉可以周济穷人，可以什么？耶稣说：你不常有我呢。那些人常常在你们旁边，你们都不做，在计较这个香膏打破真的，你们真的有那么在乎那些周遭受苦的人吗？没有啊，没有啊。所以呼召的特质，呼召有一个内在的义务的意义，就是神透过生活在苦难中的人，唤起我们的义务。我们看到穷人，我们看到那些出外人，因为圣经在告诉他们说，你曾经为奴，你要纪念，你要记得这些受苦的人。有一点像你被呼召了，你以前是靠自己，很辛苦，你以前要证明你的价值，以前被看轻，以前你的身份、你的性别、你的家庭家境有可能让你丢脸，你可能靠自己要努力。可是神救赎了你，救你了，你开始有从他来的信心跟爱的时候，你开始会怜悯，也看到那些受苦的人，你会为他们难过，因为你知道你走过那一条路。你知道能够爱一个人是因为你被爱够，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那个弟兄为什么他会看到他的父亲的时候会哭成这样，因为时间对了，而且他的爱，神的爱给他满足了，他才有能力去看到别人没有爱的时候是怎么状态。你劝他都没有用，他自己被爱触摸的时候，他自然就改变。所以我想活在爱里面，我们会知道说，我们曾经受苦过，所以我们有个义务，我们被呼召出来的时候，我们要真的看到那些在受苦中的人时，我们会从里面愿意，而不是被强迫。好，那神的呼召赐给我们最大的称义跟喜乐，透过信仰团体来确定你跟我的呼召。那个喜乐就是神的呼召给我们一个跟他有很好的关系，是最开心的事情。我常常在想，以前就跟定位的是，我不晓得我这样做别人会觉得我做得好不好。那现在因为跟神的关系越来越好，别人说我好，我就感谢主；不好，我也感谢主，因为我已经跟神的关系我尽力，而且我在那个当中我领受他对我的接纳，所以我做得不够好，请多包容。
但是我不会觉得很丢脸，因为我尽力。这种称义会带来自信跟喜乐。那透过信仰的团体确定你跟我的呼召，其实在基督徒的信仰团体当中，我们会彼此的清楚，在分享里面可以看到上帝在我们当中所做的，也会启发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在团体可以确定你我的呼召，然后会迷路，人会迷路，通常都是养成一个习惯，靠自己不跟别人讨论，很容易迷路。啊，什么款人拢靠自己，不爱跟人讨论，你知道不？你们知道吗？不要责怪不跟别人讨论的人，我不会责怪他，因为他没有这个习惯。那为什么一个人没有习惯跟别人讨论？因为他的环境不容许他跟别人讨论。你知道多少人跟我讲我不可能跟别人讨论。我说为什么？他小时候只要想要讨论他不懂的事情，想要问，就会被骂。你真烦呢，你这样不要。然后他就收回去，然后就知道原来我不能问，我问了别人就会生气，让他很烦。然后我不像谁谁谁，父亲就讲说这个拢自己也要处理，拢袂让他超烦，拢就把代志你就更受伤了。所以你的意思是我让你很烦咯？没有关系，我以后不会让你烦了，我都自己来。这种人多不多？不爱让人超烦，不爱让人看轻，不爱让人给你就是我就误解，那我就不要说好了。然后养成习惯，到后来就是自己自己久了之后还要被什么批评说你都不说，像你这种个性不说，牧师说这样不好。我说拜托我今天不是要你们去互相去指责，我要你们互相心疼，会知不？你那边一个你的旁边的是不太会跟人家讨论的，请你心疼他，不要指责他。牧师在说你呢。请问一下，这样会让他得到爱吗？不会的。如果你是心疼他，说我知道，我对你的了解是你没有机会可以跟别人分享，因为从来也没有人要听你的，我很心疼你。我不晓得我们要说出这句话有多困难，因为如果你没有走过这条路，你说不出这种话。我说真的，如果你自己认为牧师今天是在讲哪一个人，很抱歉，你就得不到医治。如果我在讲的时候，你突然有一种感觉说，我好像有时候也怕麻烦人家，我也不想要让别人觉得我很啰嗦，我什么都不会，我也都靠自己比较多，求神医治我。你就看得到别人是怎么受伤的，你会心疼他，你不会指责他。所以他都要一开始的时候也讲，不要每次听什么都说我觉得某一个人来听最适合，因为今天就是在讲他，好可惜他没有来。唔通讲这个话，出席的人就是最适当的人，因为神的恩典让我们坐在这里，他要对我们说话，请不要认为没有来的好可惜，有来的就享受祝福，就遇见神。好，在服事当中一起成长。属灵的服事不是不可分割，就是侍奉跟属灵生命是不可分割，它不是朝九。这是在卢云的的一本书建立生命的执事。他说侍奉不是朝九晚五的工作，而是本质上一种生活的方式，让其他的人看见明白自由了明白，好叫人得着释放，得着自由。哇哦，侍奉是一种生活的形态，也是一种关系，让其他的人看见明白，并且得到释放跟自由。耶稣来到世上，让与他相遇的人明白，与他相遇的人得到释放，得到自由。这种服事所以我用爱心说诚实话，能够凡事连于长进，连于严守基督，才全身才能够联络的合一，百节都各按其职，在爱中建立自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团体里面最美的东西，就是人跟人之间是可以建立在一起，然后是在神的元首里面可以成长的。好，我们常常会为了自己的服事是不是得到上帝喜悦来担心，但是特别当看到别人热心的侍奉的时候，参与侍奉，我们自己在一旁观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担心。
那有的基督徒因此就消极，以为自己没有才能服侍，只能当个平信徒。那久了，那所以只好定期来聚会，然后让别人服侍，久而久之就成了不冷不热的信徒。那从今天的经文，我们探讨怎样才能够服侍不断的成长。来看一下哈，这个我稍微提一下就好了哈，就是服侍的正确态度。这个比喻，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我简单讲一下，就是葡萄园的工作，主人去找那个进来的工作，从早上一直到最后晚上5点进来的，做1个小时的，完全一样的工资。有没有听过这个比喻？好，那门徒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个比喻？你看耶稣讲比喻都有目的的啊，不然他讲比喻要干什么？他就是要挑战你的一些想法嘛。大家觉得不对呀，每一个人听到这个比喻的时候都很生气呀。你知道多少基督徒跟我讲说，那我也要最后才进葡萄园，我为什么要第一个进去？有没有人这样想过？平平拢去工作啊，对，早起去做到5点去做，5点做的也是一样的价钱，然后那个早上去的也一样，那我当然也要做那个最后进去的啊。有没有人这样想过？卖讲无，有人甲我问过，我就悄悄甲伊问。所以你的意思吼，当伫葡萄园工作吼，在葡萄园工作是很痛苦的事情。他说也没有啦。我说你知道这些被主人找进去工作的人是何等的福分吗？他们在等着有人找他们去工作，而且付给他的钱是讲好的，是1天的所需。如果他今天没有工作，回去就是饿肚子，全家都饿肚子。你知道那个怜悯的神，那就是在象征着最后一刻，他依然要让他来工作，让他可以养活他的家人。你知道这个爱是多大？他没有亏待第一个进来的人，他只是恩待最后一个进来的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那个最后进来的人。为什么？有可能他的环境不容许他接触信仰，他有可能要过世之前才信主。很多过世前才信主的人都跟我讲一句话：兄弟，哪会让我这么久才信主？我哪当较早信主，我就不会这样了。可是你知道多少基督徒以为进到葡萄园工作是很折磨的事情？才不！因为我就跟他们讲说：啊，你若认为安尼好，你怎么卖信主？你出去，啊，你要死的时在入来，啊，你干嘛若出去是较快乐？安尼你出去不要紧。你知道小儿子的故事是什么？远离神的时候，就是折磨的开始。不是那个主人不是那个老爸叫人派的间谍去破坏那个小儿子，没有他就是在世俗靠自己，他就整个人跌到世俗的价值观，他就被困住了。所以惩罚不是那个我们所想的。其实保罗的想法比较是任凭，神任凭你做你自己，你可以不要我，可是你受苦你会回来。如果我们想的就是神拿一个鞭子，你离开了就一直打你，一直打到好了，不要再处罚我了，要回来，这是我们想的。可是神不是这样，他是一个恩典的神，他在等着我们回来，因为离开他就是一个受苦。很多人听完以后就说：牧师，那我要早一点进来。我说对，如果早一点进来跟神一起同工，那个主人是多有爱他亲自去找工人，他不是叫他的属下去找，他是亲自一个一个去找他们来，是很有爱的主人。你想看这种主人怎么可能高高在上？你们工作，他一定是跟他们一起在聊天啊，工作是享受在这个当中的。所以这个概念，服事的错误概念，他让他们可以不要跟上帝讨价还价，不要比较其他的工人，不要过度的自信，然后服事不是为了报偿，是为了在服事的过程里面去亲近神，跟神、跟自己，还有跟同工的关系，可以得到更多的学习跟爱在里面。好，最后我想我要跳过一些因为时间差不多了。好，恩赐的部分昨天有稍微谈过，不要去比较。
好，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恩赐。好，这个最后我们要谈的就是这个，在主里同工跟就是要做，不是，不对，拍谁？再往前跳，谁来呗？哦，好，谁来呗？这好，我看前面是，我是改，对不起，我一直在弄错。好，神的同工及仆人哈，在各种事情的情境当中，表明，身份管家的身份不是主人，教会不是我的，是我们的，是上帝的。所以这个观念，我希望我们常常记得，我们是在神里的同工跟仆人哈，那肢体互相帮助，用爱心说诚实话，然后彼此分担重担，自我肯定，不与人比较，做一个负责任的人哈。好，我大概是分享到这里，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其实在这个教会的呼召跟服事里面，我一直很看重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这个生命的旅程、信仰的旅程是越来越靠近上帝的话，那有很多的操练都要一步一步的让我们更靠近神。那除了参加聚会之外，我刚才讲的诚实面对自己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会强迫自己要做一些操练，但是我比较希望的就是，我们其实不用强迫，我们就每天经历很多的苦难，不免强迫了。为什么？你知道每天都有情绪，对不对？为什么有情绪？不爽。为什么不爽？因为踩到地雷。所以我就讲说，你不用刻意说，主啊，我每天要固定这样，你就用这样的精神说，神啊，我要靠近你，但是求你让我把握每一个机会。好，有时候很难过的时候、孤单的时候、很生气的时候，都是机会。好这个机会要把握住，就是我们灵修很好的机会。我们可以开始为自己祷告，可以开始求圣灵光照。他呼召我们不是一次到位，他是在这个过程中、旅程当中不断的经历神的爱、医治，让我们慢慢得到自由。所以你在这个历程的当中，你才会知道，当你在服侍别人的时候，你也不会急躁。你嘛为什么一次到位？所以有时候我已经跟你讲几次了，你怎么还那么……这个就是急躁。曾经会有跟我讲说，牧师把他赶出来的原因就是说，他已经跟他讲好几次了，他怎么还忧郁症还没有好？忧郁症还没有好，跟他讲几次有什么关系？他就还没有好啊！而且让我觉得很难过的是，他只是要牧师懂，他也没有要牧师要去，但是牧师就觉得他有责任要改变他，所以就告诉他洗了，结果他没有洗了。最后，这个孩子，这个忧郁症的孩子，真的跟我讲说，他有一种想要结束一切的这种感觉，因为他觉得别人给他一种不耐烦的感觉，就是你怎么会一直这样？没有人要听他，到底为什么？就好像这不是只有发生在一般的会友，也发生在某一个家庭，牧者的家庭也是类似这样。其中一个就是生病了，但是牧者会觉得说，你就是负面想法太多，所以你才会这样。我当然知道，可是后来我才了解说，那个负面想法的来源是什么？很多生命受伤的经验。为什么做一个牧者不能好好的听，然后为他祷告说，这个负面的想法的来源是因为创伤。神呼召你，他是为了医治你，不是要压迫你，叫你不要说。我常常用那个双关语医治，但是我们常常在抑制、压抑、抑制、医治跟抑制，不要常常去压抑，要诚实。好，我希望这样的服事从我们内心里面重新跟神约定，我愿意听你的声音呼召，来到你面前。每一个时刻，我在我的工作职场上，在家庭里面，只要有这些受伤的经验出来，我就愿意到你的面前，让你来医治我。我每一天靠近你更多，我一定会越来越懂你的爱，领受你更多，我的服事就更有果效。因为我看到别人的生命，我就能够懂。这个就是一个操练，属灵的操练。对我来讲，呼召是为了要成为他所喜悦的儿女，然后来
也来传扬神的爱，透过你。我们讲说，希望别人万民会因为我们得到祝福，希望士林地区的弟兄的这些居民会因为我们得到祝福，我们的家庭会因为我们而得到祝福。我希望这样的服事就从这里开始，跟神的约定，跟人的约定。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感谢你，因为当我们开始愿意的时候，主啊，你的爱就在我们当中。主，我们相信每一个人有我们自己对你的约定，我们愿意诚实来到你面前。主啊，或许我们有很混乱的生活，或许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地方，但是主，我们相信你一次一次的有一个契机会带我们去看见我们内心生命里面最需要、最黑暗的地方。我们愿意被你呼召出来，是因为走上这样的一个旅程，会越来越像你，好让我们在遇到受苦的人，我们也能够用你的爱来了解他们、接纳他们。主，谢谢你，让我们可以重新出发。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们。感谢布牛请布良带我们在这个诗歌里面再次我们能够重新来出发。就赐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我渴慕更深爱你，因你先爱我。跟随你的脚步，活出你对我呼召，每一天带领我更多亲近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请我们起立，一起来。主赐给我清洁的心，紧紧跟随你，我渴慕更深爱你，因你先爱我。因为主先爱我们，让我们可以爱他。跟随你的脚步，活出你对我呼召，每一天带领我更多亲近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求与我同行。主，引导我生命，赐给我甜美的灵，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我愿这一生更像你，
一生跟随你。能合乎你心意，一生跟随你。合乎主的心意，不是要让我们背的重担。合主的心意，不是咱都爱背真多重担，而是背真多咱想要担的。不是，会当合主的心意，是咱要将这一切交托主，愈接近伊，愈亲像伊。我们求主再一次带领我们，在这个时候安静的祷告，将自己交给主，将你家己交给主。真多唔知影要安怎处理的代志，真多过去无法度面对的事，咱伫这个时阵，搁一摆交给主。坦白讲，咱无一定交代的清楚，但是主知影，咱源头归应伊，伊就要接纳咱的一切。这个时阵，咱开咱的心，将你所要主讲的诚实来伊讲，诚实的来跟他说，只有他听得到，只有他知道我们的心。亲爱的主啊，感谢你，搁一摆来引带帮助我，互阮会当对你的话得到激励。主啊，互阮的心会当归于你，愿愈亲近你，愈会亲像你，恳求主你引带保守我。咱请王牧师带咱来祈祷。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当每一个人是诚实在你面前的时候，你看到我们的愿意。主，我们过去或许很努力，但是你要的是愿意，一个愿意在你面前交托的生命。我们不再靠自己，我们不再用自己的努力想要证明。主啊，我们好受伤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你的爱在我们当中。主啊，让这个爱充满在我们的当中，让每一个靠近你的人都没有失落。谢谢你今天晚上听我们的祷告，在这个地方，不管我们的内心里面所说的、所交托的，主你都听见了。照着你丰盛的慈爱，让我们可以拥有从你来丰盛的生命。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医治，常常跟各位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咱感谢主，今仔日咱的聚会到这个所在这个段落，咱等下希望互相会当有请安，甚至互相有代祷的机会。如果你有需要，你会当找王牧师，也是找我，也是找长老，咱互相会当分享伫咧主的厅中间，帮助咱个头前行一个新甲心的一个约定。来，大家互相请安哈，平安，